忙忙碌碌，追求名利忘情做。有个心，多将心态拢做化船行。万岁，金标初将，立定志向人归人。自比牺牲心，请求将先心地位下出赞叹地。一条生命线，是将关如意。心头合中央，前途光明从，英勇的愿为心动。一条线是将关如意，心头合中央，前途光明从，英勇的愿为心动。开开心心追求自己的梦想，你的心欢欢喜喜，无忧无烦恼。生命中来到孤单，世比世会车出心。慈悲心，真求苦中生，消冤家的解了。一条忏悔心，只将因故意。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发现不得归行。一条忏悔心，只将因故意。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发现不得归行。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发现不得归行。老师甲咱讲，咱爱提出咱的慈悲的心呢，拯救呢，咱的苦海众生，自然就消灾解厄啦，咱的命运就改变啦。主要是咱的心的问题啦，等于呢爱诚心啦，一粒忏悔的心，自然呢永将不渝，毋通有遗煞最重是咱大家爱忏悔啦事事拢我的毋对，毋通别人毋对啦咱就要继续啦咱搁请咱的卢老师甲咱指导搁一次，大家热烈的掌声。
万岁，明表初将，立定志向人归自比起写信，请求将先生离位提出暂探定，只了先良心，始终盼如意，天高平庸，前途光明从，林中得万里心当。只了先良心，始终盼如意，心口合平庸，前途光明从，林中得万里心当。开开心心追求自己的梦想，你的心无忧无虑，无忧无烦恼，心平静来到福堂，西边吹花车自心。请求可将心消完改的改命，只了忏悔心，只将因不依，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我生活着归行。只了忏悔心，只将因不依，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我生活着归行。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有笑，好我生活着归行。感谢咱的国乐团啦吼，甲咱演唱三摆啦吼，所以讲会真非常的辛苦啦吼，尤其是咱女水的老师呢，搁伫台南赶过来，伊是阮啊真无闲啦，教团教足济啦吼，因为咱大家拢道亲呢，伊也无嫌艰苦啦吼，来呢你看才1-20分钟尔啦吼。所以讲，敢若来的路就比直接表演的较久啦吼，安尼啦吼，来去，了我佫转到台南，实在讲真甘心啦真甘心啦吼，咱再见这个掌声啦吼，甲鼓励你安尼啦，支持啦吼。所以吼老师嘛甲咱讲吼，最重要是咱的心啦，一粒善良的心，始终贯运啦，最重要咱咧讲心尔。无怪老师咧讲修道修心办道尽心，即句吼，老师的名言，大家拢知影。但是要做到呢，真困难真困难吼。修行就是叫咱诚诚实实
生生世世啦吼，以咱的真心对待着兄弟姊妹，祝福大家呢有信心有信心大家拢有信心，对道有信心因为大家修行遮久大家嘛拢知影讲哇，咱经过遮尔济摆有人时仙佛来显化慈悲呢所以讲咱嘛才会了解讲哇，这个道确实是真诶确实是真诶所以讲下次呢，咱毋通失去信心，最重要是咱有这粒慈悲诶心肠，救度兄弟姊妹诶迄个心无安尼尔所以讲咱要会当消灾解厄消冤解业，最重要嘛是好好修家己，好好度人救人毋通干那讲下时呢免怎度我袂晓讲道理所以讲有人时你诶行为若正，你去度人讲道殊胜尊贵，无看我嘛知人都有哪会来你若行为不正，你若要甲去讲连好莫去，去过参与烧香，颠倒食力安尼就麻烦安尼就麻烦。也毋是讲你会晓讲道理正的时阵才有法当度人袂晓讲道理的三拍火都袂法度咱人拢好奇，互我捌写讲过，恁在遐个度人是安怎度？无啦，我人讲来拜三拍火啦啥叫做三拍火？我嘛袂晓讲你着对我来，你着知咱人拢好奇对来你对来伊着甲讲师讲这是你的代志恁讲师你会晓讲道理的代志我负责人带来尔因为就是要看三拍火你三拍火是代表啥你讲我听来就丢倒讲就丢倒三拍火就来你看下你拄仔讲两三点钟讲袂歹，伊毋来差安尼尔。人咧度人咱爱用方法毋是讲我袂晓讲道理下是讲道理讲师的代志，带人迄咱的代志咱拢会嘛带来教佛堂着咱会叫讲师甲讲三拍火意义安尼就对啦讲会讲原来这遮尔好会超生了死安尼伊就丢倒啦对毋对？他有影袂度人所以时间也有较超过啦款好下面呢咱请咱的讲师来为咱演讲啦希望咱大家提出咱的精神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风险，谢谢。大步平行。感谢有台师慈悲，全道功，坤道功。谢谢讲者，感谢咱有台师把咱慈悲开示下面做了这节课就是由咱龚讲师龚凤成讲师这边来为咱大家慈悲开示。